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支持咱来念今日要念的圣诗，新圣诗36首，新圣诗36首，上帝的恩惠慈悲。来，咱听一下，听这音乐哦，真久无念这首啊。 一寡台语吼，爱提醒大家一下。迄讲第一段，第二谱标黑门山，黑门山台语叫做黑门山，黑门山，黑有破音字，门是说了门的门，黑门山。那第一段第5位谱标人心酸，这山关大人心酸。 吼，人心酸。啊，那个第3段有一句话，一望无际，台语呢叫做一望无际，不太好念。一望无际，国际的际，一望无际，一望无际。这，所以我头段有请牧师，那个速度放慢一点，安尼咱对歌词才对会着。好，来第2首，大家就较熟啊。 第2首344首，344首，救主耶稣原理来听。 大家就真熟啊，对无？好，啊，咱今日吼，要补就任长老的补就任，要念另外一首歌，咱来念一遍443首，443首。 OK 啦，哦，这咱捌咧唱，吼，所以好，咱今仔日的时间到这，请敬拜、赞美来服侍。恁着学了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等者吟诗来学了咱的主。
唱甲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我就想起一个细囝，来到主日学，主日学老师教伊唱这条是我的时阵，当去厝的就一直唱，你知伊唱啥物无？主耶稣电话。主耶稣电话，哇！主耶稣电话有记载伫圣经咧，哈利路亚！主耶稣电话记伫圣经，咱就常常祈祷，来感谢咱的主，主耶稣。耶稣是听，伊是咱的主，伊引带咱行稳定的路。咱伫一生当中有主的倚靠，咱无行歪错，咱就要照着上帝圣经内底的话来提醒咱。咱同齐来。你是我的主，引带我行正路，坎坷也平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祈祷，你听我紧转我，因无变我的应允，一世人你为救。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敢有领受到上帝安尼的疼？伊是毋是一步一步拢在引带咱的脚步？伊的稳定是遐尼大。伫咱主的面前，咱搁一摆来恬静咱的心，咱豆豆来回想上帝伫你的生命内面的疼甲作为。主耶稣，我甲起你。
上帝，你是听，因为你大声听阮，阮才会堪来听你。主啊，天离地遐尼悬，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遐尼大。当你知外远，你予阮的罪过，嘛是离开阮。遮尼远，主啊，愿担着你的救恩，阮才会知，上帝你是真可爱的上帝。阮一生拢伫你的旨意内面，主啊，你的信心来引带阮，予阮日日行伫你的道路顶面。主啊，阮无够额的，阮相信你的的确会来陪伴，因为你有讲。你的恩典够也原因，主你的听是遮尼悬，遮尼深，遮尼长，遮尼宽。愿坎得来到你的面前，搁一摆来敬拜，搁一摆来懊恼。主啊，我要对你讲，愿一生要来爱你，一生要来跟对你。主啊，用阮的性命，愿一生要来荣耀你。帮助阮会当活出耶稣的形式，主啊，愿伫你的面前，阮有满满的祝福，阮有满满的甜蜜。无管阮是伫咧倒一个坎站，阮就是要唱歌、吟诗来学了阮的主。
你会听，亲像来吸引着阮，互阮会当哪行哪近我，互阮有属灵的同伴，会当来倚靠上帝，互相扶持。感谢你主你所有的陪伴，我今日的敬拜，愿你会当得到欢喜甲荣光。我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我要全心感谢你，伫遮的上帝的面前要唱歌学了你。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了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赢过所有的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即时当心来吟诗学了咱的天父上帝，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36首，新圣诗36首，上帝的恩惠慈悲，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你同我共回。
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至尊、至权、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阿拉你，因为你是堪得荣耀、尊贵甲阿拉。你的恩惠慈悲盘过这天，你的诚实达到强冲，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永世代。主啊，伫这圣的主日，我要伫你的圣殿内面守安息日，吟诗感谢阿拉你。我要较无你的真理，较无亲近你，亲像鹿翕无溪水。我要单单来信靠你，单单来服侍你，求你因为你荣耀的名来赦免阮所知，或者是所毋知的过犯。求你用你的保护来洁净阮，互阮真做圣洁，会当伫你面前来服侍你。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的快力来翻转阮的性命，来塑造阮的灵命。求你用你拯救的大权能来拯救阮，脱离逐样的凶恶、逐样的试探。求主你用你医治的大权能来医治阮当中身躯有病痛的兄弟姊妹。再求主你帮助阮会当来遵守你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来听主，因为阮深知除了你以外，无有别个拯救，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主啊，伫这炎热的天气，求主你特别来眷顾、保护阮众大家，互阮会当伫你保守的内面，会当得到平安。主，阮就将今日的礼拜完全来交托伫主你手中，求圣神来充满伫阮当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即时参甲来启用，圣诗后壁明启应文第19，圣诗后壁明启应文第19，诗篇84篇，伫新圣诗后壁1033页，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宇，到要昏去。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祭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蛇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这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阳光。
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阿免。这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是：主点我心内，我无惊吓自在；主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主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你令我心心笑脸你无停，你做我根基，予我有光明。主对我智慧，予我通我道，若是加点伫你手里照顾。你做我预备，我做你的行。你教我经历，我甲你同行。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贵，因为你上帝我永远袂悔。你是我一切，我要信靠你，一定会不落，世间无通比，一定会不落，予我的日心，愿你带我到底，一点点滴，的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不断对主，永远无野生。请咱时时来享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新约马太福音书22章。马太福音书22章，咱要对34节看到40节。大家看，我来读。法利赛人听见伊已经踢捌撒都该人的喙，就三甲自执。其中一人做教法师的，试伊问讲：“先生啊，律法中什么该最大？”伊甲伊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戒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戒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以上。天亮。
就是请咱三甲起立，咱要用主祷文来祈祷。主祷文，哎，上来。愿伫天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错阮这日七，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请咱敬虔的国成牧师来讲道。咱国成牧师今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遵守主命令，遵守主命令。各位弟兄姊妹，你今麦大家平安。咱会当拢陆陆续续可以回来实体礼拜吼，因为即马应该疫情对咱的威胁对咱的威胁应该无亲像进前遮尔大。当然，咱嘛袂当松懈，愿上帝施恩互咱，互即波疫情会当紧紧过去，因为抑阁有真侪的对策吼。不过咱嘛是爱谨慎，愿上帝施恩互咱。我感觉讲，伫即2年外吼，对疫情到即马，我唯一可以讲的恩典吼，我唯一会当讲的恩典，就是讲阮全家拢每一个礼拜拢来教会，但是阮真庆幸的是讲，阮拢无确诊。我意思不是讲恁确诊好像怎么了？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是说我是很感恩，真感谢上帝顾守带领因带，我嘛配合政府的政策该去做疫苗，阮就去做疫苗。总是这是阮特别感谢上帝的所在。伫2年外来嘛，真侪人开始咧讲为什么疫情来到世间造成遮尔大的改变？咱在座兄弟姊妹，可能有人迄天去树林剑潭捷运站对面去看虫开花，有去看野手，感谢主，哈利路亚，真好。这出戏无想到讲对我的震撼遮尔大。总是伫结束了后，我想讲我要来去树林夜市食暗顿，却毋知影讲，哎哟，人嘛是遮尔少无亲像进前这夜市遮尔侪人，真侪餐厅嘛无开吼。我想讲迄天天气遮好，应该会足侪人，但是却毋是安尼。过工就去开一个会，有几个牧师就伫遐讲，好像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像过去真热烈的所在，无一定伊就会阁继续热烈。当然，这还阁有一段时间的恢复期，包括咱这罗州的这夜市嘛是感觉讲嘛无较侪人所以讲。有的所在变少，有的所在人变多，这世界开始改变。有的国家已经没有口罩令了，有些地方有些国家，他走在路上是不用走出外面室内要戴口罩，但室外就不用戴口罩。有些国家已经解除一半的口罩令，那我们的国家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要规定都要全程戴口罩。对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很多的不方便那愿神带领我们，那能够度过这一波最后的关键的时刻。那我们也知道有些或许是变种的病毒还是存在，那我们只能够求神来保守我们。那当中的弟兄姐妹有一寡人伊较近，但是总是有恢复。上帝因带施恩祝福，其实我嘛唔知我有确诊还无确诊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在验验那个快筛其实我也没有。我们家买了3盒，然后好像开了
验了一次我就没有再验了哈。有时候觉得干嘛喉咙好像有点不舒服，隔天好像还是生龙活虎，所以我也没有去很 care 这个好要再验这个快筛。上帝想互咱今仔日的经节就是咱心的改变，咱不是伫礼拜中间，咱来共修共读耶稣互咱心的改变，心的诫命。为什么叫心的诫命？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吗？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其实伊毋是新的一条命令，这是对旧约摩西所教导的。所以这法利赛人是足虔诚、足强调上帝的话的一个伫圣殿咧教导人的一群人。这法利赛人真熟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人伊来请教耶稣，其实因是要试探耶稣。因看到耶稣因看到耶稣会当将撒都该人的喙甲踢掉的，因就想要搁挑战耶稣搁较深的问题。所以这个律法师伊自认为伊真熟悉摩西的律法、甲诫命，所以伊想要来请示耶稣圣经的财物知识。伊是要借这个机会，让耶稣伫众人的面前闹开。总是耶稣佮用另外一个问题来甲伊问，什么对一条律法上大？你知影讲对条律法是上重要？咱知影研究律法的人，这学者因开始咧研究旧约的律例，总共有613条。所以，这律法师问耶稣讲：律法中什么诫命上介大？这哪亲像一个人咧问一个讨鱼的人讲：你掠过什么种的鱼上介大？你感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鱼是哪一种鱼？最大的鱼是什么鱼？金鱼，不是金鱼，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鱼类，是鲨鱼，叫做金鲨，金鲨咱台湾人叫做大戆鲨，也是叫做豆腐鲨。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伊咧问耶稣的时，咱袂亲像咧问一个讨鱼的人咧问彼得讲：你掠过上介大只鱼是啥物鱼？是什么鱼？叫做金鲨。那你嘛会当问一个，问一个讲料理师，一个专门咧料理鱼仔的人，什么种的鱼仔上好食？什么种的鱼仔上好食？唔知影，什么种鱼仔上好食？因为这有一个故事啦，听讲郑成功来到台湾的时，看到人伫沙拉鱼，伊讲那是什么鱼？什么鱼？这是什么鱼？就变成虱目鱼，什么鱼？虱目鱼。所以耶稣对这个律法师回答讲：你得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第一个，嘛是上大的。基础嘛三亲像，就是听人亲像家己，听人亲像家己。耶稣举一反三，你问最大条，但是我回你2条，第一条跟第2条。第一大甲第二，所以第二就是三亲像，就是讲你得听厝边亲像家己。所以第一是上重要，第一条的律法是上介大，搁爱守，嘛是真首要，嘛是真重要。所以咱守这个诫命，总是这个诫命对法利赛人你拢守条，但是你若无出伫听上帝的缘故，一切拢无效。耶稣是咧甲伊回答讲，这个律法拢就是爱听上帝，但是第二个就是爱听厝边亲像家己。你若无听厝边亲像家己，你听上帝就拢无效果。所以耶稣是咧讲，这2条律法的诫命，就是包括第一个部分，就是听上帝，这是听上帝的诫命；第二个就是听人的诫命，听人的诫命。了后，耶稣佫讲，这是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律法跟先知，律法跟先知这2个加起来，就是旧约的圣经，就是指旧约的圣经。咱知影讲律法书了
了就足侪先知书，即两个部分，就是旧约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所以即两条诫命吼，对嘛是出伫10条诫，吼10条诫。啊，10条诫会当讲是对上帝甲对人两大部分。吼，所以犹太人祈祷伊嘛是用即段来做因祈祷的基础。所以犹太人知影讲，传播律法甲先知上界根本就是听上帝甲听人，听上帝甲听人，这就是传播，包括传播的律法。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嘛是听上帝、听人，真简单吼，听上帝甲听人，或者听主你的上帝，佮听人亲像家己。所以对安尼来看吼，听上帝是迄个垂直的关系，人吼甲上帝，吼听人吼人甲上帝即个关系。啊，听人就是人甲人的关系，拄好就是十字架。吼，人甲人的关系是平行的，吼，啊，人甲上帝是垂直，这两条线就交叉，成做十字架。这总拳头，吼，总拳头的意思就是讲啊，一个依据，吼，一个依据，吼，这意思就是讲啊，这两条诫命，吼，上界源头。上界源头，所以就是耶稣咧讲的时，甲即个律法师甲伊回答，吼，所以这两条诫就是所有律法的上界根本的所在。613条的律法的上界根头，就是这两条，吼，第一甲第二，所以是包括听人，吼，甲听上帝。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所有的诫命拢是上帝。律法师伊知，犹太人嘛知，所以这两条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听上帝，甲听人。所以当咱咧读新的诫命，吼，新的诫命嘛是出自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命令。咱知影讲耶稣也4界去传福音，耶稣毋是伫圣殿咧教导人那点，所以伊比法利赛人佫较无共款的是，耶稣迄4界去。报道传福音，医治惊新热，所以耶稣是甲人群做伙，吼，耶稣是不断伫3年外的时间，吼，伫旅行伫犹太，也是讲搁犹太较北较南的所在，有当时啊进入非犹太人的社群，所以伫遐耶稣4界去传福音，去报道，这互阮想着啥物人？马该，马该宣教师。吼，咱知影讲，咱3月开始咧用马街150来台湾150年，安尼做一个出发点。马街伫淡水待几个月，吼，才待无几个月时间吼。但是安那，伊4界去报道，去到桃园，去到苗栗，吼，然后去到宜兰，甚至到花莲的所在，吼，去报道。甚至伊伫花莲、伫宜兰，有拄着吼平埔族，也有拄着原住民，吼。所以，愿上帝赏互咱，这是一种耶稣的精神。所以，圣殿是献祭的所在，是敬拜的所在，是阿拉上帝的所在。这是犹太人的荣耀，所以因爱一年上无爱去圣殿，吼，爱去圣殿去朝圣，去敬拜上帝。但是咱知影讲传福音，咱是爱去到外面传福音，才会当甲未信的人来接触。所以教会，咱是来遮敬拜而乐，总是咱也爱传福音，爱听人，爱将基督的听传出去，是爱将咱的听甲带出去教会外面，安尼才是对吼。所以讲教会敢若是敬拜上帝的所在，哪点吗？其实教会搁较会当做的代志，吼，搁较侪。咱是毋是欠缺加入人群来传福音，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听？所以耶稣毋是靠嘴传福音，耶稣是靠伊的行动，靠伊行伫人群内面，来接近送向人，来教导人，然后安慰忧伤的人，然后会当医病赶鬼。耶稣嘛强调，这社会爱有公义，
因为犹太人的社会是公义，伊常常就是咧挑战这法利赛人，恁只有表面的行为，却无内心疼人的心。吼，耶稣的福音是医治人的福音，所以咱爱带领人来亲近耶稣，爱帮助这弱势的人。传福音，咱最主要是帮助因，互会当来亲近耶稣，认捌耶稣。咱知影讲社会有真侪弱势的人需要关心，咱爱伸咱的手来牵因，来帮助因，互因有机会来改善生活。哦，这才是咱要传福音的目的，帮助弱势的人，努力引带因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咱爱协助因，毋惊困难。咱毋是靠喙，爱靠行动。愿上帝赏互咱，因为这是耶稣所甲咱教导上大的诫命，也是主的命令。所以，得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毋是一句口号，是行动，是行动。所以耶稣后来佮讲一句话：听人亲像家己，吼，甲边仔人讲爱人如己。吼，所以你若食好料，你得爱甲好料分互边仔，你爱想着迄个。你爱想着伊，吼，你毋是甲食剩的讲啊，所以讲爱人如己，就是讲我食好料，你嘛爱甲我共款食好料，这才是听人亲像家己啊，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知影讲咱台湾是真有疼心的社会，吼，咱知影讲921地震的时，吼，921地震，吼，恁阁有印象无？吼，921地震。我有去灾区，所以我深深的感受到咱台湾人的疼心真正是大吼。所以才无偌久吼，足侪资源吼，就大家拢捐吼捐啊新闻吼，跑马灯讲哪个灾区缺矿泉水，吼下午就说啊矿泉水已经够了，不用再捐了，吼这是一种疼心的付出。我若欠啥，新闻跑马灯照出来讲哦，对，欠口罩哦，大家捐口罩哦。所以你知讲乌克兰嘛，真感谢咱台湾，足侪人用匿名，就甲钱安尼，吼，奉献去遐，捐献去遐，都有人去收着讲哦，来自台湾的奉献，吼，的捐献。所以咱台湾是真有疼的社会吼。八八风灾嘛是共款吼，若是欠啥，就看到足侪迄支援车，有的车队吼，车队，就安尼吼。就载物件，入去灾区，愿上帝帮助咱吼。所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上帝，毋是口号，是爱行动，爱真做一个行动，就是听人亲像家己。所以咱讲相是厝边，相是咱的厝边。我牧师嘛，定下讲用即句话，互咱做一个思考甲反省，相是咱的厝边。吼，耶稣讲做伫智美社的心肠，就是做伫我的心肠。耶稣讲做伫即个智美社的细囝的心肠，就是做伫我的心肠。吼，做伫遮个细囝的心肠，就是做伫我的心肠。送喙焦，吼，送腰，送流脓伫外面，送赤身肉体。耶稣讲做伫我兄弟，吼，上界智美社的心肠，就是做伫我的心肠。这嘛是最大的诫命，伊上界中心、上界重要的宗旨甲目标，吼，宗旨甲目标，吼。虽然不是要等下咱的教会，吼，咱知影讲有一个牧师宣教师叫做梅干武，可能咱知影兰大卫医生，吼，较早的宣教政策就是一个医生，然后有一个传教师。所以马雅各医生来到台湾，但是第一个要来咱台湾的宣教师吼，伫个海中就失踪去啊！迄船驶入来到南海吼，时因为涌来，伊就伫个甲板迄大涌冲去所以马雅各医生先来台湾，是无一个牧师嘛，来车会吼，苏格兰英国的车会，佮派一个吼叫做李修李修牧师。李修牧师伫南部伫高雄甲屏东台南传福音所以伫个李港时，马街
来到南台湾，先去找即个伫李港的李修牧师，甲伊请教台湾宣教的即个处境，而且佫甲伊请教台语吼。就是南部有李修巴克勒牧师甘威廉牧师，中部就是咱大卫医生这是较第二个阶段中部开拓医疗传福音了，就是即个梅干木牧师。梅干木牧师定定去庙埕甲人传福音，伊讲上帝盼见囝咧找囝上帝盼见囝就伫遐找囝，就做一人传福音。这是一真实伫咧路边报道的相片嘛是伊伫台湾留落唯一即个记录的相片。所以咱看到梅干木牧师定定伫咧庙埕，庙埕拢开放，互人去传福音。咱若拢无教会埕，咱的教会埕爱去经营爱去经营。即个教会诚做社区的中心。伫原住民的社会，其实有看到，教会就是社区的中心。圣歌队后个月讲要去宜兰，什么教会？韩西韩西教会。咱嘛当去经历，教会就是这社区的中心。教会就包含这个社区的食衣住行娱乐，我不骗你，食衣住行娱乐，什么东西就是来教会领所以上帝帮助咱，愿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人伊想要去见这个女王，这个女王可能亲像咧英国女王咱即摆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实在活足久的伊这已经嘛真年长有一个囡仔讲我要去见女王，可是他走到皇宫的时候，却不得其门而入。莫讲女王啦，咱若要见总统嘛，无遮简单你为总统府行过，你会看到遐足侪宪兵，嘛有便衣的，牙签。相款，即个人伊要去见女王，却无法度入去。却无法度入的时阵，有卫兵就甲伊挡掉的。讲你要创啥物？这个小朋友讲我要去见女王。女王不是你随便见的，女王现在很忙这个囡仔就伫咧门口伫遐等，就伫遐哭。了，一个人来讲你咧哭啥？我要见女王，可是那个卫兵把我挡下来。这个囡仔，这个人就讲好，不要紧，你对我行。你牵我的手，我带你入来。这个人就带这个囡仔要去见女王。要去见女王的时，经过卫兵，但是卫兵就无甲伊挡，就互伊入去。所以当伊来到台前，来到王宫内面，看到女王的时阵，女王讲，我的儿子你来了。这个儿子就甲女王请安，亲像咧讲女王身体安否？原来这个人就是王子，王子带着这个囡仔来见着女王，所以咱嘛是同款。咱若无接着耶稣，咱无法度去见着上帝。所以咱若是接着耶稣来到上帝的面前，甲上帝同心结合。所以这耶稣的重要，就是伫遮咧甲人讲，伊上大的命令，就是听上帝，听人。听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若无接着耶稣基督，嘛是无法度到伫主的面前。所以耶稣讲，我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接着我，无人会当来就近爸。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愿主帮助咱，引带咱，互咱知影讲，耶稣就是诚做咱性命的中保，诚做咱性命甲上帝同心。搁好，迄上介重要的角色，所以咱爱掠主，诚做咱的喜乐欢喜。平湖较早是有20几间教会，但是即摆只有剩5间有人咧聚会，而且有诶阁真偏远，有诶阁真偏远。有诶教会偏远甲拢退休诶牧师，就去遐因为
就退休了吼，去遐嘛罔会当安尼吼，佮付出伊的心力。啊，其实讲实在，培养的宣教真重要。总是后来资源较欠缺的时阵，足侪人就拢来台湾，所以定到这是爱咱来探讨一个宣教的重要的一个机会，关心偏乡离岛的福音。愿主嘛伊的疼，甲咱三个同在，咱会当实行主的使命，这嘛是咱做基督徒的使命，关心弱势的人，关心社会有需要的人。所以咱该想看觅仔，吼，咱疼人有偌济，吼，咱疼人有偌济，咱嘛是相款上帝保障咱有偌济。愿主帮助咱，互咱愿意甲人分享，诚侪会当分享的教会。8月咱阁会咱阁会对韩国收到一箱的礼物吼。咱顶一箱的礼物是还袂分了，阁有真侪口罩吼，陆陆续续还要再发吼。愿上帝帮助咱会当透过这物件，甲大家三甲来分享。总是伫疫情虽然无法度无法度这低酸的流通，但是透过咱彼此的疼，吼，咱会当阁伫线上，甲因做伙三甲来敬拜上帝。嘛知影讲，咱的使命是要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疼，要会当用咱的性命甲人来分享，所以咱毋通干那想着家己，咱知影讲别人的需要，这是耶稣所甲咱教导，疼厝边亲像家己，爱人如己，就是讲爱知影人的需要。所以咱有偌济做伫人的心上，拢做伫耶稣的心上，耶稣就加倍来回馈互咱。愿上帝施恩引带帮助咱，互咱的性命会当知影讲主命令咱。是上大的改变，疼上帝，疼人，这嘛是十字架。所以你若挂着十字架，你若有挂破链，还是你的装饰有十字架，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在提醒咱，疼上帝，疼人。愿主施恩互咱，咱做伙三个来祈祷。爸，你疼阮，才做阮的帮助，因为你用你的改变。来命令阮，正做新的改变。对摩西律法的基础，对旧约的教导，对律法甲先知的根本，就是主你命令阮，着尽心尽力、尽诚尽意疼上帝，嘛疼厝边亲像家己，疼人亲像家己。愿主帮助阮，互阮教会正做分享的教会，正做会向。来关心社会需要的教会，嘛，互阮愿意诚做同乐音，为人替人祈祷的勇士。愿主你兴起阮，恳求你施恩帮助阮，献上阮的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主的疼。感谢国成牧师下边的，像咱即时咱来念回应诗，回应诗344首，344首，救主耶稣愿意来听，请大家起立来念全首。救
要来补救人生。这个时间就交予郭成牧师。即条写会互爸囝姓氏的名，要自己要来设立准奉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嘛有设立智慧长老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三甲来管顾伊的教会。长老职务是要甲牧师做伙来三甲治理教会，甲访问身体欠安，鼓励领心，教育青少年，引带求道，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范。若有受交通代表同会来赴中会、总会来督务教会的发展，咱做伙来吟圣诗443首。443首，愿打伫主圣殿。咱要来誓约。祝福你有要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无？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无？你有接纳使徒圣经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的信仰，无？你有欢喜做泸州东会的长老，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基督做教会头来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即个意思，无？长老教会是起做上帝的话，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法规，无？即条下面咱要来会友的誓约，咱请会众起立。恁有已经来竞选准奉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要诚实来欢喜接纳伊，无？有。
伊若是照法度伫咧教会，恁着爱欢喜，圣灵来顺探。恁要安尼行，啊无？恁着敬听伊，来体贴伊，来替伊祈祷。伊为着恁的信仰生活来调磨，来诚做恁会当得救的帮赞。恁着爱来帮赞伊，互伊会当尽伊做长老的本分。恁要安尼做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的处事，彼此若有失错，应该着通知社会来释法，毋通四过保养来妨害大局。恁要安尼做啊无？即下咱三个来祈祷。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所敬听的囝儿准红受到兄弟姊妹的认同竞选，来敬伊来诚做路就教会的小会员，因遮来就任，求上帝你听伊帮助伊，互伊伫任内尽伊会当做来帮助教会，来关心兄弟姊妹，然后教会的福音来得到兴起，来利益教会的事工。愿主你的圣神常常踮伫伊，甲伊做伙同心同工。愿主你嘛保守伊的家庭大细，拢用主你的疼痛。嘛愿兄弟姊妹常常纪念伊，来替伊祈祷，帮助伊，互伊搁较有气力来服侍主。嘛伫伊的工作的顶面，主你来引带开路，阮的教会也得到兴起。主愿伫你的面前，愿同心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好，现在请坐。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泸州堂会社会官兵来设立准奉做泸州堂会长老来协助牧师来通知每一个兄弟姊妹，这是照咱的教会规矩来交代吼。做圣神设立做长老，这是照安尼处事来行，互咱教会也得到帮助。这是出自你的欢喜，愿主嘛接纳，互你会当做羊群的模范，愿主来示阮。这点咱请长老咱做伙来握手来接纳。我先颁发证书一下。咱做伙拍鼓仔吼感谢主，请即个来李班新来做奉献，请即献的同工来即献。
对来年奉献的心。请坐。像咱这是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这是介面顶的第一大介。好，咱台语来读2摆，甲背起来，来算来。耶稣讲，你着真心真善真意，下次你的上帝。耶稣讲，你着真心真善，下次你的上帝。马太福音书13章37节。来，是我来介绍新的朋友啊，今仔有一个位兄弟，在咱当中来介绍林中进弟兄，林中进弟兄，咱来拍拍欢迎伊。挂伫泰山，挂伫泰山，欢迎中进弟兄，欢迎伊当过来咱罗州教会，欢迎你。啊，咱请关怀组会后再来关心一下。好，请坐，请坐，谢谢。是原住民，他这里资料没写原住民，请欢迎。我哋当中嘛有原住民，欢迎，谢谢，谢谢。请坐，好，请坐，谢谢。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真感谢主吼，今仔日已经补救人完成学长老，吼学准奉长老已经诚济，不然罗州教会中职，感谢主，可以连任成功啊！会当今仔日会当补救人，感谢主，学准奉长老辛苦你，辛苦你，愿主继续来带领赐福伊，感谢主啊！第二项。文生甲玉珍夫妇的西木恩伊伫加拿大英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啊，顶礼拜我有甲伊开讲有很有喜乐的心，那伊也即将要去温哥华就业，今仔日的飞机要飞出去啊，愿主赐福，也感谢木恩伫顶礼拜的主日伫青年团体的分享。第三，爵士鼓团体的课程伫本周日就要告一段落，今日是最后的一堂课，长爱开会来用到最后一堂课，就是今日的那个爵士鼓的课程感谢林佳音姐妹连续2个月半的时间会指导，今仔日下暗就是讲。那个课程结束后，大约在5点半，伫教会要举行欢送会，欢迎大家会当来参加。那佳音呢，伊8月初伊就要飞去美国，印第安纳州，要伫遐来上大学，咱也赶快来为伊祈祷，愿主赐福。第四，8月7号，要举行圣礼典，以及第二是父亲节的感恩礼拜，邀请大家来当合家来出席，做伙来庆祝，蒙主的祝福。第5，8月7礼拜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一般心。第6，到第9，请大家过目。团契的消息，相连团契伫今仔日。第2礼拜结束了后，伫1楼来举行例会，请会友来踊跃参加，有举办中昼。第2，儿童主日学暑假
儿童营哈，主题是信心追随者。伫8月20至21号要伫教会举行。今仔日可会使报名，今仔是最后一天的报名。今仔日就截止啊，若是还未报名，厝内面若有小朋友的，会请把握时间啊，紧来报名哈。肢体相通吼，请咱会当继续来为疫情啊，为兄弟姊妹身体欠安，或者是有就业，或者是升学来代祷。那中会告解消息，有2日是初阶的长职训练吼，以及教会发展的研讨会，这大家请来过目来了解。歹势另外补充一个就是，同心团契吼，聚会有异动啦吼，就因为儿童自主的举行的关系，有举行那个暑假儿童营哈，所以同心团契，聚会的时间原本821改为8月7号，同心团契8月7号有例会，请同心团契的契友会当配合这个时间，以上咱来念买变诗397首，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请咱大家起立来念，经时煞请牧师来祝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